90秒帶你快速喺澳門東望洋賽道走一圈，通過終點線後會迎嚟 T1 水塘灣，好多車都會喺呢度 flat out。出灣之後進入全場最闊同最長嘅直路，呢度同時係澳門格蘭披治嘅舊起點大直路，自1993年之後先更改到而家呢個位置。接住就係東方灣，因為左邊以前曾經係文華東方酒店而得嚟呢個名。16年雲科爾亦都喺呢度反過車，再嚟去到葡京灣，賽道其中一隻最多意外嘅彎，通過思南灣之後就直上衝山，上山之後嚟到嶺南灣，傳說中角田插落羅神嘅位置，經過卓公亭之後就衝翻上路嘅部分。呢幾隻 S 型彎如果節奏一錯就會慢好多，呢個位基本上完全冇機會爬頭。之後開始落山嘅部分，呢隻落斜嘅左右彎就要非常小心，一 overspeed 就會 understeer 撞牆。再去到一隻 double apex 加少少 banking 嘅彎路，之後直斜落摩羅園，幾千萬嘅彎，呢個彎比想象中窄，加上入彎之前有個 bump， 因此好容易甩一甩就直接撞牆。接住上斜，嚟到通訊博物館，直去就係海角遊雲。出彎開始就有個 permanence yellow， 任何時候都唔可以爬頭，因為前面會去到最窄嘅髮夾彎，闊度只有7米，差唔多要扭一圈軚先至入到。出得唔好就好容易俾後面嘅爬頭。之後落斜去到漁翁灣，然後進入最尾嘅大直路，左邊就已經係 pit entry， 之後右轉水塘北角灣，帶返嚟就完成喺澳門嘅圈。